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继续来关心着非洲猪瘟。非洲猪瘟教训爱记厝，管理监测通报唔通丢毒。刷来猪食喷敢是一无可取？到底应该安怎饲猪？咱的产业才袂乌有？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到底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台大兽医系名誉教授赖寿随。大家晚，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宜兰大学生物技术甲动物科学系教授林荫成。大家晚，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台大昆汤系名誉教授赵正仁。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呢，在线顶的是咱台湾饲猪青年联盟理事长张佑成。主持人好。是。那么首先呢，咱就来关心台中5车发生了非洲猪瘟疫情。那么台中呢，这个差不多有12个所在咧饲喷的用喷的这个处理场呢，有9个先暂时暂停来使用。嘛，全部呢来清查目前的死猪。市政府表示已经无其他死亡的这个状况了。不过农业部认为，唔通干靠系统的这个统计，要求饲猪的农民，然后猪仔死亡就要主动来通报。另外，这个案的关键的一位姓王的兽医，农业局已经表示，昨暗时也转来到国内，那接受了调查。防疫人员当咧台中市大安肉品市场做清销，台中市府立刻宣布防疫新措施，包括农业局、民政局逐工访视饲猪场，专人军队化制车，卖再次全面清销。我们大安肉品市场在事发的第1天，我们就已经全面在做这件事情了，那并且都有记录在案。农业部讲，台中5车发生非洲猪瘟，9月开始导猪仔死去，要求全面清查源头。台中市政府讲，因猪场死亡2%事件得查源头，发现9月到10月初10拢无明显的异常死亡。农业部认为，袂当依赖警示系统，猪农应该要量早通报。目前为止，我们在回溯的死亡状况呢，都不算是异常的状况，所以没有说一定只能达到多少几%多少只才能送样品，绝对没有这种事。只要你怀疑，只要你觉得要厘清，只要兽医师认为必要，或是你只要觉得说可疑，欢迎都来送。毛民意代表质疑讲，照环境部的数据，到27全国菜米粉再利用的饲猪场客家率平均是46%，台中37场却敢若5%，全国上尾第2名。市政府讲，到28为止已经完成3轮客家率100%，是系统记录有时间差。37座厂只查了2座，只占了全市的5%，全国倒数第2。丢不丢脸？其实优先的配置呢，都是在前线的稽查工作，好，或者是呢我们的清销管理哈，所以在登录呢，很可能是在这个忙于这个防疫工作之后呢，来进行统一的登录。台中市环保局宣布讲，改用掩埋分化法定3个方法来处理菜米喷，3日开始停用9大掩埋场，敢若剩文山沙拉后里会当掩埋。另外，姓王的兽医组28暗时已经转来台湾，即马正咧接受司法的调查。已经掌握王姓兽医师，他已经在昨晚回国啊。那他已经在接受这个司法侦讯当中。台中市农业局表示讲，针对死猪仔数量长期无海的情形，检调已经开始了侦办，市政府后续会全力配合追查。记者综合报道。咱他看这新闻台内面吼，处长也讲，你唔能感觉讲啊，这个死几只无到这个趴数，啊，你就其实你若感觉有问题，啊，就紧来上采检。但是我要先请教吼赖老师，非洲猪瘟是一开始拍卡上来，咱就知影讲你是猪瘟，还是讲已经爱老汤老猪啊、老血老猪啊，才知影讲这非洲猪瘟，啊安怎判断？其实非洲猪瘟吼，那急性的吼，典型的是足好判断的，因为你一个饲猪的老板，伊饲遐侪年啊，
伊的猪有忽然间死去，吼，啊，这个忽然间死去，伊这只猪啊死去吼，伊是食饱饱哦，啊，那无什么病哦，啊，就是死一只两只吼，哎，隔天光，伊又搁共条的猪啊，又搁死2只3只，啊，安尼一个死到第3、4天来吼，哎，迄症状就出来。迄安怎就出来呢？伊就开始耳啊会红啊，啊这腹肚遮拢会有皮肤的迄个红点，拢出血点啦嘛。会拍打呢？哎，对，无都红红啊，是规身躯红。啊，搁较慢事啦吼，伊就会落屎，啊落屎了就有迄个血，吼，啊伊袂对鼻孔讲流鼻孔血啦。哦。所以迄个兽医讲啥物？伊甲迄个做胸膜肺炎 APP 讲。真共款，迄无所嘞，无所，迄无安尼代志，迄就是专业的训练无够吼。所以伊即个非洲猪瘟安尼，若讲这是你的老板吼，伊应该是知影讲，哎，即个代志无共款，伊应该爱去，袂使家己乌白掺药啊嘛，伊就爱紧去请教即个专业的兽医，啊来甲看。哦，啊你若讲一个兽医来。伊有责任的兽医来，伊一个甲腹肚甲破落吼，啊看了就足清楚的啊。因为非洲猪瘟是足典型的，你若腹肚甲破了，本来迄个脾脏吼，看袂到伊藏伫内底嘛。啊，你一个破了，伊整起来整3倍至5倍嘛。哦，啊，你甲看起来，破起来了，迄腹肚内底遐淋巴结吼，拢敢若肺角的。敢若肺角安尼，啊，即个看就知影，迄对即个非洲猪瘟有小可去了解人，就拢清楚啊吼。我是感觉咱最近，当然啦，即个兽医做是即摆这兽医吼，从个遐乱，咱人唔知影讲是。我即摆已经唔知影是几个兽医。对啦，我是感觉吼，这兽医的即个吼专业吼爱加强，吼，因为咱人医来讲吼，3年5年都爱过一个。再教育嘛，在职训练嘛，啊，兽医是无嘛。无啊，这老板伊也讲，我唔捌拄过啊，我唔知。啊对，啊你唔捌拄着，你就爱紧请，爱紧请这迄落啊。啊你去用电话。那一般，譬如讲拍下像路边，还是讲其他的 DJ， 唔是这种非洲 DJ， 其他的 DJ 敢会安尼，遮迅速，遮紧落。袂，啊你若讲伊讲吼，迄个放线杆菌胸膜肺炎会倒落。但是迄款人倒来滴吼，拢会流鼻孔血，迄个足好看的，好真好辨识就对啦。伊都无几只嘛。安尼就是无所啊。啊，这无所，这我是感觉这个饲猪这老板哦，责任真大。啊，你人政府规定你要饲这个喷，你就爱加热到90度，啊1点钟好，再。病毒啊，细菌才会甲杀掉。啊，你无照这个规定来，啊，你无照这个规定来，无打紧。啊，你猪仔死啊，佮处理无好，当时开始死啊，唔知。啊，就乌白讲，吼，啊，佮来做。我即足侪数字，我都规拢糊涂去。是啊，你看你饲300只猪仔啦，啊，为着这个非洲猪瘟，你影响台湾饲猪的事业，500要到600万只的猪哦。安尼你看影响偌济，啊，毋是安尼尔呢？你还搁再卖猪肉，啊，这用猪肉来迄个，规个民生的问题拢是对伤害，我毋知影，这爱损失几亿或10亿。叫伊赔嘛，赔袂起啦，啊，伊袂使讲我较老啊，吼，较老你就爱退休啊，毋通搁饲啊。所以即摆我认为啦，吼，台中的这个饲猪的老板责任真大吼。啊，当然责任也袂使拢归户的啦。啊，我认为讲这地方的这个兽医，这兽医爱搁加强啦。啊，上重要就是这个中央吼，这个台中市长吼，你第21已经诊断是非洲猪瘟啊。中央随组织一个非洲猪瘟的防疫中心，甲你进驻台中。哇！你台中市。你市长根本都无咧改重要，吼！伊应该讲是做啥？改怠慢，啊个轻忽，哦，可能有因你啊，都安尼暗砍。你知影咱1997年的时，有6个官员去弹劾，啊弹劾就是3个
换完三个抬头咧，三个抬头，啊，伊就检察院用6字改处分咧，就这6字嘛，隐匿嘛，暗砍嘛，啊，轻忽嘛，你无去甲轻忽嘛，啊，就怠慢嘛，你就慢慢唔去处理嘛，所以台中市政府这摆实在讲是不应该安尼，这影响到咱规个这个市地的这个产业这是好佳在，今仔干那这场，啊，天公请台湾。这好，你今仔日我讲一下，安怎我会安尼讲？我讲这摆的这个非洲地这应该未扩大出。安怎讲？真简单嘛，10月13嘛，这个市地的老板送出去，实在讲是30只，讲死2只去啦。安尼表示讲10月13送出的猪啊，这猪啊拢有带毒贩嘛，逐只猪若有非洲猪瘟的毒伫身躯嘛，才送去对，送去屠宰场，送去咱菜市啊咧卖，当然遐就我有猪肉可能有收转来。安尼来讲咱今仔日10月13到今仔已经29啊，已经16天安尼，16天咱因为中央已经天罗地网已经开始压出来，拢全国的这个市场拢有去疫情的调查，无甲一场有讲有疫状，有非洲猪瘟的报告，这表示啥？非洲猪瘟这个病毒也未走入去咱的猪内底，但是呢，这病毒呢，抑佫伫对，抑佫伫咱的环境。对啊，环境是啥？环境应该讲，就伫屠宰场，去采这猪的，遐猪场在卖，伫迄菜市咧卖猪肉，抑佫有一寡这运送这车辆，当然这伫环境这变动来讲，若讲像台中啦、嘉义、彰化迄款的温度咧，遐热若佫经过消毒的迄无在调无在调哇！你若遐热，你伫外口的污染的迄个低晒啥，免3-4点钟就死去。所以我有这个用我的专业来了解来分析这摆应该会过关啦。天佑台湾啊！所以你咱即摆上重要都讲，那禁岛禁台啦，禁岛遮若讲开放了后，特别爱注意啦。当然要开放之前，应该就爱我拄仔讲的这车辆啦、人啦，这屠宰场爱个加强的消毒。是，林老师，我要甲你请教即马看起来，这个应变中心佫讲，你的这个猪仔场内面，佫2个所在有阳性呢，你放伫遐土壤内面哦，佫有阳性啊，这是看起来这病毒嘛无法简单处理哦。事实上无毋对啦，就是讲表示讲伊的清洁做了无讲介彻底啦当然你爱先清洁落好，你才落去消毒才有效因为迄种物件附伫咧有机物的顶悬，你就做歹甲抬嘛所以你消毒水要有效果，就是第一点，你袂当讲夜车消毒水啊，你嘛是爱先甲清去尤其是迄个所在已经有污染嘛已经有污染嘛伫遐所以就变成讲安尼甲清去头拄按迄个罗老师咧讲也无毋对啦，就是讲后手总是讲你开放了后，你爱去思考，你爱场所尤其是按专省的这个肉品市场因为肉品市场来讲，就是5湖四海拢来啊，这个不管有其他都有外县市的猪嘛是会入来票卖来，搭伫遐揽做伙安尼。而且喷车会来收呢。对啦，所以这点来讲，就是讲伫未来话爱特别加强这方面，包括讲以后若要开放的时阵，爱做阶段性的，就是讲滚动式的管理啦，对无？袂使一瞬就开放。这你爱考虑清楚风险若伤大的时阵，可能爱思考，比如讲，是毋是讲以后这卖迄个跨县市运输另外一点就是讲，是毋是讲以后这直接入去屠宰场、入去肉品市场，直接就入去抬莫再经过迄个票卖迄当暂停啦。安尼来讲，会当甲风险
降啊上低啦，所以按思考会到的所在，感觉有可能会流芳的所在，嘿，你会当来甲避免吼。啊，所以应该是未来的话，可能以导体的方式吼来行销，来取代按英国讲所谓的活体这吼，尤其是伫这段时间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啦。那安尼来讲，安尼当甲这个风险啊吼，来甲降啊上低啦。即马我得到的消息讲是规期用火甲烧去，用火焰吼，甲烧甲互病毒会死，安尼较规气。这嘛是一种方式啦，你著讲看环境嘛吼，你若讲我安尼清的了，要咧较招蚊的吼，啊我咧用火，较放心啊，用烧的，用迄个落吼喷灯落甲喷的，甲烧的，安尼这嘛是一种方式啦。这嘛是会当考虑啦。啊，当然你爱考虑就讲现场你做会到，做袂到。但是我要来甲老师问一下，就是讲，伊即马看到这个台中市哦，啊，佫有3位的喷场哦，啊，佫咧修，哦，啊，佫咧修，啊，这个喷场个户外呢，拢是无看挂的呢。啊，这地下水，还是讲其他？啊，敢有啊？讲有这个，虽然是一个议员走出来讲，啊，这才有压低啊啦，安怎？这敢有可能？这嘛是爱烦恼的吼，因为吼，按上惊的就是讲，这个物件啦，迄个走入去伫迄个野生动物，哦，尤其是迄个山猪啦、野猪啊，这若有可能去感染着。你就讲，像日本来讲，有传统的低温的发生嘛，哦，啊，伊到尾啊足歹处理的，就是讲迄个走入去迄个野外，野外这迄个山猪啦，这物件入去，啊，若入去迄内底。你无可能搁甲掠来处理啊，是安怎吼？啊，这个会造成讲，你若迄个入去，安尼这个代志就别空啊，你就做歹处理啊。看起来所以爱处理，喷的处理啊，真正你爱做注意吼，你爱做注意，你莫互这个喷到迄个野生动物啦，迄个啥物会爱甲你用出去，安尼拢毋好。所以你目前来讲是有伫遐咧带啊嘛，啊伫遐咧带诶，这个当中你大概都在做较好的管理啦。哦，因为你代志已经发生啊嘛，按来考虑讲以后的风险，按甲以后的风险尽量降低落安尼。我这看起来喷哦，我今日特别请周老师吼，对宜兰来个遮吼，观众朋友咱是老观众，就知影周老师有上过咱的节目，伊超工咧饲咧肉笋汤，啊肉笋汤会食喷，是。老师，你有赞成讲，像这张理事长吼，伫线顶张理事长伊就讲。这个规矩哦，因为饲食喷的猪哦，伊是食喷会当省啊。啊，但是爱饲足长的，啊，你颠倒一来一去，你不如饲了啊。我讲风味有较差，讲风味其实拢调的啦。啊，老师，你有赞成讲，搁继续用喷吗？我是无赞成，因为这个喷内底哦有足侪款的病原嘛。吼，啊，你讲 DJ 这当然是一种啦，禽流感啊，哎呦，什么沙门氏杆菌啦、大肠杆菌，这赖老师、这个林老师，因拢是专家啦。我应该唔好伫遮讲遮，无得闹开啊。但是你头拄仔讲迄肉笋汤啊，咱今仔日的目标重点是要讨论讲，买用喷来饲猪嘛。吼，啊，本来处理喷吼，有比猪搁较好的方法来处理啊，吼。腐肉生蛆嘛，就是说古早咱都放一个物件伫咧外口，伊就家己生糖啊，糖就造出来。对啊，所以糖来处理这个死的猪啦、死的动物啦、死的食物啦，吼，这是正白啊。伊本来自然就有这物件来咧食这物件，就是讲有这胶啊、有这糖来食这腐烂的物件嘛。啊，咱昆糖本来就是足侪拢是腐蚀性啦。你讲肉笋汤，吼，咱讲黑水虻啦，伊本来就是发展来食这个有机质嘛，有机废弃物啊。所以喷咱嘛甲界定讲，伊到底是废弃物还是饲料？吼，你头拄仔讲，是安怎足侪人要用喷来饲猪，猪先饲料这是一回事哦。你收这喷来哦，佫会趁钱呢。因为伊当做废弃物来处理嘛，所以讲猪的角色啦，咱要先改定好，讲伊的角色是要做废弃物处理呢，还是要互咱人食？有影呢？哦，这咱先甲定好清楚嘛。如果讲我今仔日为着要废弃物处理，
我就来用猪来处理这个废弃物，结果咱人才搁来食猪，这感觉是无起码是话论。是，对，所以另外一个咱有更较好的方法啦，就是讲腐肉生蛆嘛，咱咧讲的黑水虻，伊本来就是爱食这个喷的，所以咱若讲用喷来饲黑水虻，黑水虻食大只了后。再过来吃，给鸡食，给鱼仔食，咱再过来吃鱼仔，来吃鸡。这是一个足完美的这个咱讲的食物链。如果伊若食到有，如果万一啦，伊这内面有这个非洲猪这的这个病毒，是，还是有其他病毒，这肉笋人食落去了，伊会当自我消化，伊无代志。这只糖吼，是安怎？即满联合国迄个环境规划署啊，伊今年特别出一本册百几页咧介绍讲用黑水虻来处理有机废弃物。因为这只糖伊有前肠、中肠甲后肠嘛，伊中肠伊大就是跟咱的胃共款啦，伊的强酸pH 值是2。赖老师知影？较深哦。伊这非洲的这个低温伊的病毒啦。伊会当伫咧3到11中伫遐生活嘛？你伫真酸的、真咸的这个环境，真紧就去。伊无掉。所以不只讲伊这个肠仔的这个 pH 值是酸的啦，伊阁有抗菌肽。伊就是讲，是安怎遐个糖去食喷拢袂死。伊老天创造这个生物的时，就是要叫伊来食这个腐烂的物件嘛。所以伊就互伊有一个这个特异功能，讲我食喷袂死。我食死猪也袂死，我食死猫袂死，安尼唔才会当循环，是毋是安尼讲？所以伊这是一个天然老天互咱的灭菌符就是讲有病毒啦、有细菌啦、这腐烂的死的物件生物啦，经过这只糖食过了后啦，有的人去统计啦，病源会降低90%啦。所以这相对这就是讲非常安全啦。就是讲经过这个迄个肠啊，迄个肉笋糖黑水虻的这个肠啊，过来伊的粪便内底，佫有足侪这个共生的微生物。这共生的微生物佫会继续伫咧这个伊的粪便内底去发挥作用，去发酵。对，去发酵。所以这是一个安怎联合国环境部来讲，这个用处理这个有机的废弃物。爱用肉笋糖，用黑水虻。老师，如果那即马规台湾大家拢卖饲猪，喷拢摕来，肉笋糖敢会食较袂腐？袂哦，肉笋糖伊甲喷食掉，还是讲甲猪屎食掉，甲鸡屎食掉伊会当变做饲料呢？你看咱一年进口900万吨的这个杂粮嘛，都是来做饲料嘛。咱粮食自给率30%呢。强个一个讲要封锁台湾的海峡，以后咱4个人其中3个要死呢，要死啊，30%。所以你要安怎提高咱的粮食自给率，就是讲要利用台湾所有会当利用的资源嘛。猪屎是一个资源咯，鸡屎嘛是资源咯，喷当然佫较是资源啦。这尤其这第2趴我就要请教周老师，因为这佫有技术性的问题。譬如讲，咱家户内面，如果咱要饲肉笋糖，是毋是会臭惊惊？商业性，商业要安怎来运转？咱其实，譬如讲，老师，你嘛爱摕喷嘛，人来甲你送来嘛，是，对不对？这个摕喷，这个过程要安怎保持？我知影讲日本也有时咧用喷咧饲猪但是。因是毋是有即个非洲猪这我都唔知，所以咱留2位老师来讲看卖。我要先请线顶即个张友成理事长。理事长之前你好。我甲你请教他即个周老师也讲，即个饲喷用即个肉笋糖来食即个喷即个处理的过程，你甲料想起来，恁敢有你家己的饲猪场，敢有即个？3星的这废弃物嘛需要处理，敢有用途，敢会使？你家己认为咧？但是我看我是安尼啦，我是饲猪人，咱嘛是咧讲这处理的代志其实你要想啦
上早期全世界像欧洲国家，伊一定讲发生非洲低温，就是甲处理禁掉嘛吼。过来，咱淡以迄个咧2019年，副主委李惠芝伊就讲啊，只要咱淡发生一件黑洲村，就要甲处理禁掉。咱这个代志来回溯来看，咱台中市政府的代志，咱有2个所在嘛是爱检讨啦吼。第一就是讲，是咧想啦。今仔就是非洲低温造成这个喷无法度化，咱才开始爱去检讨讲台中市政府打无好、打不足、打安怎但是咧像种种的全部的因果啦就是这喷嘛，咱就是惊这个喷流入咱的市区这循环嘛，惊去掉嘛，所以是毋是咱喷在紧急？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嘛。第二就是讲啊。咱台中市政府这个代志，发生这样代志，就是讲，其实专业的兽医师人员真的是不足。咱一年干那遐侪学生毕业、兽医师毕业，结果干那8趴的兽医即摆咱的现场，所以专业性甲真正机动性就是无够，这是咱真正要检讨的，毋是讲一直去讲以前啥毋对，迄拢袂，咱这时阵。处理明仔去取我，明仔处理才是对的，毋是讲慢工低，搁要去食，系安尼。过来像咱讲的，日本伊有食喷无毋对，但是因的喷是食品厂，而且辅料就下杂料是拍掉，面包厂做面包这过期的，因的假品厨余是拢无流入咱因的猪咧食的，所以这是足重要的代志。咱台湾这些喷明去处理，其实做是方向会使去面对的，而不是一直在讲咱用这猪去食，我感觉安尼是唔对的。是啊，李处长吼，这第一我甲你小整理一下吼。第一你讲日本这用喷咧饲猪吼，其实是伊食品厂，也是这个真正专业的人士，伊要气化物件所用这个来做喷。那么家户的这个。菜鱼啦，啥物物件并无参与这个喷内面，也就是讲，喷应该要分做喷有足侪种，爱分别来处理。虽然肉笋汤拢会当食，这是一种。第二就是即马到今为止，你认为中央还是讲地方政府强烈来禁止用喷饲猪这项代志？有实践的可能性无？因为即摆大家一直在要去检讨讲咱打做唔对，缺失，打爱补强。是毋是这样？如果当初是咱毅然决然甲喷禁掉，敢有这个代志啊？敢有爱需要这遐无用？大家你看细一年，你知无？其实咱一条路紧紧啊，咱坐像比如讲咱台北到高铁，咱就坐高铁就好啊。但是你看即摆政府咧做代志，徛铁马，徛啊搭，歇啊搭我毋对爱讲安怎去补强，这真正会袂赴啊。因为咱即摆咧甲病毒赛跑，你知道吗？咱愈紧甲病毒来甲消灭掉，咱才有机会甲台湾，就是咱饲猪甲机会大。无你看即摆，佫开始犹豫讲我猪喷歹禁，要禁，这拢毋是工课啊，这愈拖会愈害啊。这就是咱这个理事长呼吁讲，爱全面性的禁止这喷啦吼。但是这项社会运作咱就知影收喷的人迄毋是有诶，毋是普通人啊。这我就莫讲伤济，迄有诶毋是普通人。一手收的时阵爱共摕钱，一手卖的时阵又搁摕第二摆钱啊。所以这是真特殊的这个产业啊但是我要先请教赖老师。非洲猪这，那即摆落去了后，咱应该先做啥物代志？人有诶囡仔就开始伫网络顶头写，就是恁就是拢无宣导，啦，拢大家拢输出了炸入来，都开始，敢是安尼吗？老师，我先来讲啦，咱周老师在讲伊意思就是讲，这个喷毋是会气温的。因为是有通利用的，再生利用，用去做饲料，用去做发电，啥物货，有安尼的迄个价值的你用喷来饲这个猪，其实咱拄有讲过嘛，你用喷饲猪爱饲1年嘛，
这 OD 是你才用出卖嘛。啊，你若用饲料来饲的是可能6个月就唔免，就用卖啊吼。啊，其实咱即卖讲什么黑毛猪 OD 啦，拢改良过啦。 对嘛，无纯正的，拢红啊！咱畜产试验所做过偌济试验，共款这个乌虎黑毛猪来饲这个饲料，原来足舒适的啦，出来就是共款遐好食啦，吼。所以呢，啊你饲6个月，甲饲1年，啊唔是安尼呢？你用喷来饲，你还佫工人呢，所以你用饲料饲就拢用个自动化的，真简单呢。所以我认为啊，吼。 用这个喷的饲猪啊，并成本无较好啦，啊，袂趁较侪钱啦。啊，中央政府应该就要趁一摆非洲猪瘟安尼入来，互咱安尼惊着来禁止这个喷来饲猪，因为非洲猪瘟的迄个传播，这迄个用喷饲猪是真重要的一来源，一来源嘛。因为伊袂飞来吼，袂飞来嘛，对遐来吼。 啊，所以呢，中央政府即摆提出这个批决，吼，这剩8趴尔嘛，40几万只的猪尔嘛，所以应该去说服这小猪的人，有的人白猪来用喷的饲啦，吼，所以我认为啦，吼，即摆迄吼，中央政府一定要有这个批决，甲伊禁止，吼，啊，你讲，这个咱亚洲17个国家，拢有这个非洲猪瘟。 啊，这个亚洲17个国家的非洲猪瘟，特别中国，无可能破灭啦！啊，时时刻刻，咱都有这个风险，会对这个海关还是走私会入来。所以你若个用喷来饲的时，一定都有这个风险，因为有一寡袂禁止啦，毋是无照这个规定来做的，都有风险出来。虽然讲咱这回迄个。 苏贞昌做院长的时候，足严格的吼，甲咱这个海关遐吼，你若带着延长，你家己无报，就要罚20万、100万。高啊，哭了就20万。但是呢，你遐港口准遐，红不姓红啊。所以我今仔日我推测啦，吼，我有我专业推测，今仔台中这个5车这地球会发生这个非洲猪瘟，应该是。 唔是对这个边境入来，即係什麼延長啦、遐入來，應該是對這個台中港還是5車港，即係移工啦吼，外勞啦吼，啊因要摕豬肉去迄啲頂員食不簡單嘛，啊但是食無了啊是佫食一寡了來處理，啊倒落去噴的啊丟掉，因為咱講啊，即擺咱甲伊的迄個即個非洲豬瘟的病毒吼。 改做这个基因的 DNA 的迄个比对吼，伊对越南来，到越南的99%较成啦，到中国的才96啦，所以有可能是这移工安尼入来啦。所以你这款的风险永远都无法度去阻止。所以你若有法度把这个非洲猪瘟的迄个断去这条路，该切断的时候。 伊就无可能的非洲猪瘟佫发生嘛，以咱台湾遮严格迄个边境的处理，所以我是认为吼，中央政府这摆应该一定出喷。啊，这喷唔是无利用的价值嘛，咱就老实的讲嘛，因为是一个足有价值的一个迄个废弃物嘛，对无？所以这摆中央政府提出批决啦，甲这个喷饲猪的迄个禁照。 刷来，我要请教吼林老师吼，我即摆手头有这吼，这防范非洲猪瘟紧急应变措施手册，这内面吼我无印全部出来，因为全部印出来后115页啦，才够啦。我这给他印这个 index 尔吼，这内面写个真焦掉呢。啊，但是嘛是同款的出问题，尤其是。 出问题了后，伊这内面还佫有写吼，疫情通报、移动管制，国内疑似非洲猪瘟之检体采样与运输，吼，拢讲甲真清楚呢。这是平常时就无咧训练，还是讲大家安尼惊着了，拍一个惊，规个人戇去安尼。即摆大家来个警惕讲，你这是如马臭锅。
啊，这，我唔是超工咧讲台中市政府哦，我相信真侪地方政府若拄着代志，嘛会硬去啊。尤其头拄啊，像理事长讲的，兽医不足啊，一来就看了，那这卖药啊，就当做兽医啊，林老师。这应该来讲是安尼啦，吼，就是讲所有的这个规则、法规啊，这个规定啊，吼，拢是有经过科学的认证啦，吼，包括爱请迄个兽医的防疫专家啦，吼，啊食品安全的，这大家拢做伙来考虑，吼，啊定这个迄个，当然定来讲，你若照步来是袂歹啦，哦，安尼讲人来讲，若要写是上简单啦，2撇啦，2撇啊，啊，但是要有的人就无半撇，就是哦，人讲迄个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值啊，哦，啊，所以今日这个代志的发生，就是讲较歹听，就是管理的问题嘛，你就有人无照步来嘛，哦，无应该做的代志，甲做出来，哦，啊，应该爱做的工课，做了无舒适。对无？你的教阮的迄落啥，这拢无迄落，做了拢无好。啊，伊讲是讲，伊80几个，伊袂晓就梦啦。啊，你袂晓就，我会料想是讲，啊，你袂晓就梦，啊，台中市的这个管理人员伊就讲，好啦，啊，你袂就梦，我就免你梦啊呢。对。啊，但是我今日新闻有出来啦，就是讲，这个环境部吼，因有讲以后要用迄个自动上传吼，就是用。现场的迄个监视器啦，哦，啊用温度啦，这啦，啊当然这是安尼讲亡羊补牢啦，哦来补破网啦，啊有做总比无做好，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讲，伫这个喷哦，安尼讲这个厨余哦，也是讲所谓的食鱼，这个定义爱用得清楚。头拄啊，张理事长也有讲到吼，我日本来讲的话，就是讲啥物家庭，这无你要甲迄个。无咧掺呢。嘿嘿，啊，但是按知影讲，按台湾有足侪食品厂啊，吼，啊若伫科学的迄个专业来讲，这个病来讲是袂传染予人，吼，所以伊毋是人畜的共同传染病。另外一点就是讲，伊也袂讲滴传染予羊仔传染予什么牛啦啥的，哦，这无迄种跨种，要迄个哦，这按迄个罗教授上了解吼，因为阮因为有哪伫咧小牛病迄个时阵，拢逐个有迄个防治迄个，吼，啊，伫即部分按来讲，就是讲，其实你包括水产品啊啥，即个下脚料，这若要来饲猪，这嘛是做好的啊，吼，毋是讲植物性的啊，但是当初政府会下迄个令，就是讲包括青令吼，你也村落来，你也袂当去饲猪，就是发生这个问题，伫这个冬夏做风台啊，所以按照只要规个拢禁止，所以安尼来做吼，希望会当较圆满。这看起来通盘来考虑哦。对，未来按若要定这个法规的时阵，这得要考虑好清楚，啥物款会用治，啥物款袂用治。你若讲举一个咧，像美国哦，也是迄个其他国家发生迄个。狂牛症、小牛仔症，吼，关于这个饲料的原料，因着限制啊足清楚，啥物款会当饲，啥物袂当饲，但是伊遮拢嘛是有科学的证据，根据哈，根据吼，毋是讲用逐个生囝，也是讲这处理上造成这个迄个生物资源的浪费，吼，安尼嘛毋好，吼，所以我感觉其实这个问题来讲，以后拢会当处理好，因为你若处理无好，都有一点就是包括迄阵巴西发生。这个非洲低温，就是因为伊迄个航空公司外顶悬甲醇的这个物件吼，啊伊在伊附近的机场，啊伊就煞去互弹开，吼，互传染开，吼，所以这包括头拄罗老师在讲的，讲台中港啦，吼，这来讲，这嘛是爱注意啊，因为这个风险来讲会得愈大，吼，有可能，吼。所以变成讲，啊，若在未来来讲，因为今日这个防疫，毋是讲天下代志过就煞，这爱持续的抗战，吼，你爱一直做咧，因为你周遭来讲啊，你听老师讲，这逐工落来咧。对啊，你甲剩日本，本来是日本甲台湾无尔嘛，即摆台湾发生这个案例嘛，吼，啊，表示讲其他欧洲这个国家，你的厝边头尾拢有嘛，吼，啊，这人来去，这难免嘛，所以这就爱在加强，变成讲政府的预算，吼，你爱做这个检验的，做这个宣导教育的，这你爱继续编落，爱做好，吼。啊，伫立法院要审查，
吼嘛爱注意的对啊。这讲到头头老师讲，这喷落爱做全面性的来检讨、来检查吼。头头我有先问这个周老师吼，咱处理那家户，咱家己要饲这个肉笋糖，敢有可能会臭行行的？啊，是起码有敢有这个部分的商业性的这个方式来饲，吼啊，故讲我知影日本人因真流行是处理家己食剩的物件，处理家己先烘起来，烘到这个做啊砍锁起来了后，啊才摕去粪扫摕去蛋，甚至也加一寡药啊变做肥料。老师，你认为倒这种方式是较好、较适合咱台湾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是，你讲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吼，就是讲，我感觉我退休了有13年啊嘛，这13年有12年拢在研究这只糖肉笋糖，所以我一直感觉，是安怎我愈研究愈有兴趣，愈聊愈深，就是讲愈做愈感觉讲，这只糖实在是要解决咱台湾足侪粮食危机啦。能源的污染啦，吼，啊个即个有机废弃物的这些代志啦，会当一斗阵拢解决，吼。那有足侪优点啦，咱就即摆暂时免讲。头拄仔你一直两位老师嘛咧讲，爱有全盘通盘的即个检讨嘛，吼，啊做一个长治久安，吼。我感觉讲，如果咱即个节目若讲有贡献的话，就是讲会当甲提出一个办法，互中央政府讲。啊，这个厨余养猪这项代志，要安怎来彻底解决？那有共识嘛？买用厨余来饲猪，啊，然后咧，厨余要安怎处理？吼，这就是一个问题啊嘛。敢若讲买食粉，但是食粉的人你要安怎处理？你袂使讲我英国皇帝讲，大家拢袂使食粉，你食粉我就甲你抬死，无道理嘛。所以好，买食粉是共识哦，但是有食粉的人你要安怎处理？好，咱就讲你伫一个。好安全的所在，你去食薰，吼食煞你才阁转来咱即个大的好的环境。伊共款哦，厨余这项代志，如果讲禁止厨余饲猪，这是一个共识。然后厨余要安怎处理，咱其实爱互伊有一条头嘛。吼，所以讲中央政府啦，我感觉讲爱有一个通盘的检讨啦。农业部讲你厨余袂使饲猪，吼，这厨余是环境部，是即个废弃物是环境部的代志。环境部甲你讲，啊，这厨余本来前几千年来就拢咧饲猪啊，是你管理无好啊，才袂当饲猪啊。啊，如果两个部分啊，安尼吵来吵去啊，我感觉这个政府就无希望了啦。吼，咱咧讲天佑台湾哦，无一定咱就天会惩罚台湾啦。吼，天道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嘛。吼，你今仔日安尼讨浪费，安尼讨济，其实无好。厨余袂使饲猪。好，咱爱有一个通盘的共识，就是讲替伊找出路嘛。好，那乌水蒙肉笋糖，伊本来就是足爱食厨余的啊，用厨余来饲肉笋糖是上好的哦。然后肉笋糖再过来做饲料，好，啊，你头拄仔讲的有病原的这个考虑啦，好，咱的肉笋糖，比如讲5公斤的厨余吼，再饲出1公斤的糖了呢。我若1公斤的糖啊。起来要甲伊干燥，你要做饲料以前啊，你就是爱烘互干嘛。吼，烘互干用热干燥是上好的方法嘛。所以迄个过程呢，自然你有啥物病原呢？拢无去啊。伫黑水网就甲你抬掉90%啊啦。这天然互咱的90%的这个杀菌的消毒的这个能力，天然互咱90%。我烘起来就敢若虾味鲜呢。其实哦，我食过呢。哦，这，因为美味しい啊，美味しい。你看，咱讲酸甜苦辣嘛，对吧？啊，鲜味从哪里来？所以英国炒菜拢一定要用黑皮去添香嘛。所以这黑水虻甲虾啊吼，拢是节肢动物啊。因是足近的亲情啦，嘿啦，所以有足侪迄个，所以做起来有妈咪安尼。哇，咱个洪达是啊，洪达是先啦。讲到安尼，我头一摆做节目，咱就老脆软。不，你讲迄洪达是，就是拢为迄海内底去捞只虾啊啦、海鲜起来啊，要有迄个鲜味嘛。这有影呢吼。是啊，啊你这个黑水虻哦，其实即马佫有一寡较
高科技的这个发展咯，有的人去做半导体的迄个电池的迄个导电啦。啊？是哦，马顺堂还是食迄个鸡丁子啦，甲壳素。哦，是。林老师跟赖老师应该拢穿做去倒上啊，日本的食壳素，迄足贵的呢。迄伫咧饲料内底是足好的一个添加物嘛，毛医疗上啊，起来做吼，帮助咱人消化啦、美容啦，吼，所以我就感觉讲，咱爱替黑水虻找出一个去路，然后这个黑水虻伊就有法度好变成一个产业去处理这个喷咯，所以这条路爱甲伊拍互伊通嘛，啊，即摆迄农业部就是讲啊，什么叫畜牧业？畜牧业是管家畜跟家禽呢，家畜是4支脚呢，家禽是2支脚呢，啊，昆虫是6支脚呢。所以伊讲啊，这6支脚唔是阮畜牧，唔是畜牧师啦。啊，这要监管啦。中华民国的官员这样的迂腐啦。我讲外国拢把这个昆虫当成畜牧业呢，人英国 OIE 啊，迄个卫生组织，迄饲芳是伫个卫生组织内底管呢。吼，啊！你即摆讲哦，这个我畜牧业就是管2支脚、4支脚、6支脚，毋是阮畜牧业管。你看这个政府，这个官员讲这款话，你听几句？啊！所以我就讲，咱今仔日伫咧遮要去讨论一个方法，吼，那对政府有帮助。咱是讲，你这部分大家拢爱坐落来，好好啊讲，买本位主义遐重啦，吼，本位主义遐重，讲到农业就踢起来啊。啊，讲到环境部就抬起来啊，吼，啊，就永远都无一个套啦。所以我讲，如果甲定义处于是废弃物，后要安怎处理？啊，处理的方法，你要安怎替伊出一个销路出来？吼，啊，我感觉啦，本来自然的环境啦，虎肉生蛆嘛，然后呢，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嘛，棒打老虎，鸡吃虫嘛，所有的动物啊。它的动物蛋白的最基本供应来源是昆虫哦。无你有啥物？古早话讲，天生万物以养人啦，人无一物以补天啊，只有加啦。所以这马顺堂吼，一加就改天下啦。但是吼，我请教咱的这个线顶，咱的张理事长吼，理事长，我甲你请教吼，咱即马这青年联盟内面吼，咱差不多占咱台湾饲猪的这个数量，超占几趴？目前40万。40万吼。阮最近有咧联署啊，就是联署要禁止厨余啦。我相信100万还没到啊。哦，已经会联署到100万，讲禁止这饲喷用喷的饲猪嘛。今天开始联署啦，我相信100万人，100万只猪啦，想要进厨余啊。哦，啊，理事长，我甲你请教吼，以你饲猪的人来看，咱台湾的饲猪场吼，真侪拢小场吼，是毋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伊对伊来讲，伊节省眼前的这个成本，比伊可能损失更较大来讲较重要，所以有这种心态，我就会多忙多安尼，是毋是这个原因，还是讲有其他在地的因素？最近吼，我报告哦，其实咱台湾的养猪吼，其实拢足坚强的，无一个人是讲啊，我是出生我就大户的，足侪人嘛是讲为100只猪。过300、600、1000、1200、2000安尼调，大家有趁钱，我就投资咧猪外饲猪场。所以你看遮个饲猪界，遮个朋友，猪条嘛好，也是食猪嘛好，拢足好诶。啊，家己拢驶一台旧车，啊，住喺无好厝。啊，你看伊猪条内底全拢白猪啊，对。啊，所以其实畜产业是安尼啦吼，大家即波是安怎遐惊吓，就是因为我投资足侪金也咧我猪条底。所以我袂堪伊即届这非洲猪瘟来互我会压力，你知无？你像咱原有讲5天，停5天，停5天，大家心都咧惊吓，结果佫变10天。你咧想啦，我每一天都爱面对这恐吓啦，就安尼人恐，你知我足恐惧的，你知无？所以大家拢总恐慌的，而且足侪利大的，伊嘛咧投资这猪条，讲要投资，像咱迄间讲的，伊厝顶拢起好啊呢。
月底已经当首相决定好安尼，钱嘛互人安尼，爱命安怎，要何去何从？所以阮拢足惊吓的，所以是安禁处理就是安尼。就理事长，你已经禁毒几工啊？目前今仔是第8工啊。第8工啊吼，你有开始算讲你这8工安尼损失偌济无？应该安尼讲啦吼，咱讲体时间拢无要紧。我滴我继续食，主要我滴继续食，主要我低调底，唔卖损失就为原则。哦，咱若开放迄工，假设啊继续歹就歹啊，迄无法度。但是我即摆现主是会使做的，就是讲我过来消毒，我甲我减少我现主是我低调底损失，安尼才是重要的。哦，其他的即个有人开始挡袂牢啊无？譬如讲，伊的市场较细，而且像你头仔讲，你就朋友投资遮济着，若佫无开始开禁了，伊可能会不多。因为咱讲地啦像阮食饲料厂的话啦，一般啦拢15工结销一届啦。像阮这自配货啦就是讲玉米豆，阮来家买。迄因为大宗原物料，你就是回来3工现金就要有人。这甲什么信用无信用无关，因为这是既往的交易流程就是安尼。所以你要想，我拢无滴无处理，现金流拢无入来，我大概就是安尼。这看来这个代志嘛真严重嘞理事长感谢。下来我要来请教咱这个罗老师咱既然知影这个非洲猪这遮厉害，这应该是所有猪会破病内面上麻烦的一种嘛？应该是这个因为非洲猪这即马无疫苗嘛，若无药通医嘛，所以你若钓着了一定爱破产嘛。今仔日咱台中这300多只猪，损失较无遐大嘛，所以非洲猪瘟这个病你一定爱甲，袂使互伊入来咱台湾啦，因为咱台湾的饲猪才有法度保护啦。我拄仔有讲过啦，咱周围17个国家拢有非洲猪瘟，这非洲猪瘟伫这17个国家无可能破灭啦，尤其咱中国你若讲用喷来饲这猪，你这个甲非洲猪瘟引入来台湾的风险就随时拢有，所以应该这个中央政府爱有一魄力，一个计划，甲这个咱施老师讲的嘛，周老师讲的，这喷要有足利用足多足济价值嘛，对不对？用去做饲料，用去做发电遐其他嘛，所以我是建议讲中央政府这摆趁金嘛，安尼非洲猪瘟入来，甲这个政策。趁这个势趁这个势甲伊。老师，搁另外一项代志，拄仔你初早开始你有讲，这个理事长也有讲，咱台湾的兽医你讲敢8%，啦，这是这要安怎来提升来充实？即卖兽医大家拢较注重这个宠物啦。我拢去看狗看猫嘛，所以你经济动物的兽医伊无收入无悬嘛，你个经济动物的兽医去甲猪场、去甲鸡场垃圾嘛，所以你如果若讲伊赚的钱无济，大家哪有兴趣讲来做这个经济动物的兽医？所以这讲经济动物的兽医是欠，这是无问题欠若不应该讲你的专业，袂使落错嘛。你的专业就爱有甲合乎，就讲你有法度来诊断这猪的病，安尼唔使使。我抑个一点，我是认为啦，咱台湾这个饲猪的猪场啦，伊袂使讲你什么药拢会使卖互伊。像讲你要治疗这个抗生素的这个关系，抗生素这要治疗的这个叫做。药品，你袂使讲随便猪场就摕到。就咱人要食处方剂嘛，对啊，你就一定爱有兽医来处方，你才会摕到这个药不就无即摆的情形，就是安尼无猪。叫电话老板讲电话叫，也是讲伊家己就用药落去处理。你若要治疗这个猪病，安尼袂使嘛。你一定爱有兽医的处方，才会使来开这个治疗的药嘛。
特别这个抗生素。对。是，林老师，这咱台湾的药厂吼，尤其是饲猪啊，还是讲饲的特性，这个跟兽医之间的这个关系，这摆到有通好来，看有啥物通好帮方式来处理嘛？这个像头脑罗教授讲的啦，吼，讲这个代志可能大家养成这个歹习惯，变做是安尼嘛，啊，当然爱趁这边的机会，吼，啊，哪会当改来甲改掉，吼。这本来就无正常的啦。听讲哦，啊，这伊也做业务啊，做兽医。啊，这有段时啊，就是做咸的啦，哦，所以爱趁这边来个管理又好啦，哦，你一定甲按咧看人咧看医生同款嘛，你爱照过来嘛，你袂当讲安尼凊凊彩彩啊。哦，谢谢。